合欢山去饮真侪少年啊，尤其流行叫做半暝去冲舞岭，但是危险性嘛愈来愈悬。根据警方的统计敢若去年你半暝冲舞岭发生车祸的有9件，其中造成了10个人死亡，而且大部分拢是大学生一张事故的相片，互人看甲着心惊。行车记录器画面会当看到，事故发生前，骑车民众原本骑伫咧挂车道，却一直偏废内车道，落尾弄到安全岛。警察分析，这案例大部分甲收险有关系。在沿线的超商，还有加油站，也有一个宣导的一个标语。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讲，事故死伤者大部分是大学生族群较侪，因会经历县内高中和大专院校扩大选择，同时卖透过警语看板和相关安全措施，提醒驾驶和学生囡仔避免疲劳上路，并制作宣导卡来宣导民众不要疲劳驾驶。警察嘛，搁一摆呼吁，出国进前拢爱困有把面，避免发生意外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